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主，互我逐年拢会当代表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来甲咱双连教会、甲咱所有兄弟姊妹来敬拜咱的上帝。一遍搁再一遍，实在充满着感谢。咱双连教会一直以来拢对文字事工非常的支持关心，也为着阮代祷。事实上讲，咱这叫做是咱共同咧写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今仔日咱所用的这个题目叫做要来开因的目睭，就是望咱做伙会当透过这个文字的事工，帮助每一个信徒，咱来开家己的目睭，改变咱的心思意念。互咱家己的心思意念改变了后，嘛当成做一款社会一个改革，来完成主耶稣基督所交托上大的使命，就是会当互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咱做伙咧写使徒行传，这个时阵，请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互阮通有这个福分，因为无做主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死搁活，为着阮通做阮的中保，通参主搁好。做阮的确相信，当阮今仔日坐伫即个所在好打，称上帝是阮的天父时阵，阮就感受到心中的一个调跳。恳求你即个时阵，也互阮搁一遍，透过着圣经顶面，遐信仰前辈用因的血、用因的肝，正做目接所写落来的记事，帮助阮清楚阮的调明，帮助阮通认真来正做一个服侍主的学生。献上阮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当咱今仔日所看这个使徒行传，常常被圣经学者称作是第五部的一个福音书。圣经顶面，咱常常咧讲有4部福音书。福音书的意思是讲，就是耶稣基督伫这个世间所做代志，行神迹、医病赶鬼，拢家记载落来，安尼叫做是福音书。若是安尼，是安怎有第五部福音书呢？因为呢，这个第五部福音书是使徒因继续，因为有圣神的引带带领，因所做这个工作，其实已经毋过再是因家己本身咧做，是为着各活主咧做，所以通被称作讲这个使徒行传，就是第五部福音书，是福各活主的一个行传。若是安尼，咱用信仰的一个角度来看，使徒行传伊敢有完成啊？伊还未完成。是安怎讲还未完成？伊还未结束。因为各活的主透过着圣神咧超找着最这使徒，包括你，包括我，咱做伙伫即个地面上咧做伙咧做这工作的时阵，其实咱拢咧做使徒行传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工作还未结束。使徒行传通讲是教会的历史，是历代信徒，是咱做伙咧写的一个福音书。所以当今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咧纪念、咱咧庆祝、咱嘛咧反省，这个宣告160年的时阵，咱嘛是讲这就是一部使徒行传。若是安尼来看，7月26日发生伫咱台湾这历史中间。基督徒伫这中间到底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其实咱嘛是咧写使徒行传。这张图是今年6月15日伫凤山体育馆，咱有办一个真大型的感恩礼拜。伫这160年的纪念中间，这是其中的一场。伫迄天呢，咱的总统伊嘛有亲自到伫迄个所在。议长甲总干事有送伊一个这个盘这个实木的一个盘，重点是讲这个送伊这个实木的盘面顶写什么字？边仔是一个burning bush，就是讲这个刺皮互火烧的这个记号。然后呢，另外一边是用英语所写
写米迦书6章8节，咱来行公义好人民，用谦卑的心，甲上帝相同行。盼望咱的国家对总统，一直甲咱每一个人，咱用这款的心情来面对咱的生活。迄个盘吼做甲真水，这样足侪人咧讲哇，送互总统的这个盘吼，总统盘要倒去走底买。我甲大家讲，这吼台湾教会公报社就有底买吼，咱嘛当对网络的当买着啦吼。好，所以咱看，咱是做伙咧写这个使徒行传。所以接咱就来看，讲这个使徒行传，伊这作者伊到底用什么款的一个手笔咧写这个使徒行传？所有的圣经学者。包括咱所有的信徒吼，拢应该无人可会怀疑讲《使徒行传》就是写路加福音书是同一个作者，是路加这位医生。这路加呢，伊伫《使徒行传》伊用的手笔是啥？伊用真侪资料啦。咱台湾话有一句咧讲吼，毋通耳空轻，耳空轻就是拢你听高频的，袂记你讲就是爱综合做比较。那是路加呢，伊咧写。这个册时阵，伊就是安那，用真侪资料，一遍搁再一遍，伫遐吼，对比，然后伊要紧就是亲像伊伫路加福音书第1章所写，讲吼，这拢是详细查考，吼，会当互恁知影，这所信的确是真。用这种的，这真侪资料，然后吼，伊个用真丰富的一个文学的一个技巧，但是这个资料掺真丰富的技巧，拢是为着要。做啥物呢？就是要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另外，在咱的生活中，咱有真侪无共款的面向，也是讲咱有真侪无共款的身份。咱是人的爸爸，咱是人的妈妈，咱嘛是人的朋友，咱嘛是人的囝儿媳妇。这无共款的，伫咱的生活中，咱甲表现出来的时阵，咱拢千万爱记哩。这表现拢是会当来见证着上帝伟大的作为。所以接咱来看，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节，首先咱搁来问一个问题：伫这个使徒行传内底，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吼，拢咧记一个什么人？拢咧记使徒保罗啦。是安怎伊的篇幅遐尼大咧？咱若讲吼，用伊的人生来甲伊看，讲现代吼，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吼，最佳剧本，这是绝对的最佳剧本是安怎？讲伊的人生哦，变化哪会遐尼大啦？一开始伊是啥物款的人？伊是吼掠基督徒做第一名，讲这吼拢掠北起来。所以当迄个司提反互钉死，用石头甲钉的时阵，伊吼伫遐吼心内咧足欢喜的，伫遐拍步啊，伫遐咧共顾衫。总是呢，咱来看去讲，是安那使徒行传内底有一半以上拢咧写伊的人生有真大一个改变，伊安怎去互上帝甲伊找着？这款找到的一个经验，其实呢，嘛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伊咧讲透过着保罗，伊嘛搁一遍咧甲咱讲呢，讲其实伫咱的人生内底，咱嘛是一遍搁再一遍，互上帝甲咱找着，互咱得到大大的一个感动，咱咧得到真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咱通看，讲使徒行传内底有一半以上是咧记保罗，然后呢，保罗搁较要紧的是讲有一个大马士革的经验。这个大马士革就讲吼，伊啊骑马骑甲好势吼，安尼跋落马，然后咧目睭无看，搁再来咧点目药啊，毋是啦，去互上帝吼，透过主耶稣基督一个圣神咧，该要开光点眼，心思意念来改变。这个记述伫使徒行传内底记3遍，第9章、22章、26章拢有记载，但是这3遍呢，就亲像我头头所讲。路加伊用的手法手笔拢无共款。咱若咧看26章，特别是今仔日所读迄段圣经节的时阵，你就会感受着讲吼，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开保罗的喙所咧讲，伊是代表着讲，这是咧讲上主的一个话。咱就来看26章第3遍的一个描写，特别就是放伫重点放伫咱今仔所读这个16节到18节，这中间有记载，各外主耶稣向保罗来显现，伊爱保罗为着伊做见证，成做伊一个册遣。第3部分，咱嘛看讲做见证以外，伊爱去到犹太人甲外邦人的中间去传福音。伫这咱会看讲吼，
这儒家是咧趁稿费是无？这个爱使徒保罗去传福音就好啊，就爱去写外邦人甲犹太人较侪人，毋是逐个白白拢是人哦。这伊毋是咧趁稿费哦吼。伊咧要紧是啥？讲伫迄个时阵，所有遮犹太人因就认为讲吼，敢若阮才通称即个上帝做天父，是安那？因为阮有血统啊，阮有亚伯拉罕的一个血统啊，所以阮才是会当讲是上帝子民啊。但是伫遮拍破一个观念，讲即个福音呢，即个恩典是传到所有的人，所以特别甲表明出来。犹太人甲外邦人。若是今仔客伫咱即个社会、即个时代来看的时阵，这是放伫什么所在？放伫基督徒参非基督徒中间。即个基督徒呢，伊就是个责任，亲像保罗共款。你已经是被人开光点眼，你已经心思意念改变，你就是有责任爱互遮个人嘛做伙来享受即款一个恩典。所以讲，咱做伙咧写使徒行传，第16节开始伊咧讲。主耶稣基督爱保罗起来，然后咧，我对你显现啦。我是安怎要主动甲你显现，就是我派你爱去做这个代志，你爱做我的奴仆，然后为着我来宣传福音。所以，通互咱看见伫这个所在特别对咱的一个看见，讲主耶稣基督是主动哦，主动向保罗来显现。弟兄姊，其实咱的主伫咱的生命中嘛是主动向咱显现的啦。只是有当时咱就讲无啊，都无看的啊，装睡的人叫不醒。但是一遍搁再一遍，主动咧向咱显现，主动要互咱得到这款的一个福分。当咱得到这款福分了的时阵，咱通看待学习爱来正做伊一个切肯到伫所有的所在，你所徛起的所在，为着你所这代志来做见证出来。这是16节所写的。然后17节，咱去看16节，再咧讲，我要派你去迄个所在。17节是安个讲我要对遐甲你救出来。太奇怪呢，派你去，搁要甲你救起来，是安怎？就讲的确互咱看见着，差派咱去着逐所在时阵，咱咧坚持做一项对的代志的时阵，一定会拄着挑战，拄着困难。咱来回想最近台湾社会这个迄个气氛是毋是侪人为着要做一个坚持做对的代志，当因伫遐无咧计较是毋是付出真多，嘛无咧领人的一个走路工，无咧领人的钱。但是当因咧坚持做这个代志的时阵，是毋是拄着真大的挑战困难，甚至爱伫遐徛咧路边爱互配水暖。不过咱来看，咱相信。一段圣经在顶面咧，甲咱讲主嘛要赏赐咱出人意外的平安啦。伊要通互你平平安安去，虽然坑你伫叉龙中间咧，但是嘛，伊有愿要对你甲你救出来。咱看见就讲，保罗伫迄款的一个感觉，伊相信这个平安嘛要带来喜乐甲丰盛。而且咱还未到18节进前，咱就来看讲保罗到底伊发生什么款的一个代志。话伫18世纪到19世纪德国有一个历史哲学家叫做黑格尔，伊咧讲一句话足出名。伊讲啥？讲你若对一项代志真熟悉你足熟的，无代表讲你一定是真正知影。安尼叫做熟知非真知。你的圣经你会感觉我这个看5遍、看10遍去歹势。照伊这个理论来讲你看5遍、10遍搁欠1遍。因为真熟悉无一定是真正，你真正知影。所以这个熟知非真知，的确会当放伫保罗身上伊的身躯顶面。伊敢会自细汉受到完整的一个法利赛人经学士的一个训练。但是咧，伊真熟悉的时阵，敢真正知影？若无比讲这个叫做搁一遍被圣神来分一口气的时阵，的确。无一定是真正对这项代志，也是真切的了解。所以咱嘛看个，讲今仔日保罗被开光点眼，啥要用开光点眼这4字咧？因为这对咱台湾社会会当较清楚。什么叫做开光点眼？这一般民间信仰的人因知影啦，讲
雕刻嘛吼，雕刻一个形象了时阵讲吼，这若无比开光点眼进前吼，伊就是敢若一个插上尔，吼再甲伊开光点眼，向负责来开光点眼，讲在找迄款民意代表啦，做官的啦吼，所以这个逻辑有当感觉这到底是人咧做上帝，还是啥物人咧做上帝吼？这是因的信仰，咱放伫一边，咱用这做背景，咱来看，讲保罗这个时阵，这个开光点眼颠倒较成啥？较像创世纪第2章第7节所咧写，讲哦，上帝造人是安那？讲用地上的土粉做人，然后咧本活的开入伊的鼻孔，就真做是活的灵魂啦。所以咱圣神的因带带就亲像迄款分一口气，互咱真做是一个活的灵魂。保罗伊做一款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其实就咧应验一个代志，伊咧见证啥？伊咧见证着讲约翰福音书14章6节所主耶稣基督伊家己本身所咧讲的，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毋是通过我，无人会当去爬遐。煞接就咧讲，伫使徒行传第4章12节，耶稣的门徒彼得伊嘛咧讲拯救伫倒？拯救就独啦，独就是信靠，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无别个拯救啊。所以当保罗伊分一口话开的时阵，伊的一个改变，伊咧要来见证耶稣基督。等下说有当时咱想做基督徒是足简单的呢。安怎讲？因为咱常常咧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啦。只要你信你就会当被上帝正做是义啦。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嘿？今仔日我会出卖阮牧师娘2遍啦即摆来出卖伊第1遍，安那咧？伊咧少年的时阵咧考汽车驾照，我讲这真是因信称义的例啦。考汽车驾照，咱知影讲你若上坡起步，倒退路扣几分？16分嘛即摆敢若无共款，还是即摆共款叫扣分的上坡起步？可能无但我考试嘛是安尼啦。那上坡起步倒退路扣16分啦，然后搁死火搁扣安尼搁扣16分啦，16加16 32分，等于就不及格啊嘛伊讲伊考的时阵哪会知迄工特别紧张，所以真正上坡起步所以叫定去，定去了再倒退路插伊伊讲继续开就对啊。主科讲我看者伊就继续一直开，开到刷结束的时阵伊安尼讲终于考完了。主科讲嘛甲看者，讲算你及格毋知是看伊成绩较高水，还是安那？咱讲算伊及格伊是安那？伊本来就无及格啊！这正讲叫做因信称义啦。啥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意思是讲上帝看伫耶稣基督的面子上算你及格啦。无恁其他是啥物人？咱倒一个人有及格，咱无人及格，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咱拢被上帝算及格。要保罗见证什么代志？就是敢若见证这个尔啦，就是见证这个。所以，各位兄弟，咱今仔日咱被算及格，因信称义，足简单的。但是当你信了的时候，我等下讲圣神的感动咱常常爱面对着挑战，咱爱做一寡困难的代志。所以，咱来看这个18节，伊安尼写讲当伊家己本身改变了的时阵恁爱开因的目睭啦。这个开目睭的意思是啥？然后恁爱互因心思意念改变，然后离开撒旦的一个关系，走到承受做上帝选民这款的一个地位。现在咱来看，什么叫做心思意念有改变？心思意念无改变。什么叫做迄个目睭是有开啦？心眼是有开。那你的心思意念无改变的时阵，你就无法度认捌家己是一个罪人，你就无法度看见家己所做所为拢是罪恶，你嘛无法度认捌人生的意义甲将来的结局。所以咱嘛通过这段技术通了解，目睭、心眼，还是讲这心思意念无改变，咱的确无法度认捌讲这个世上万物最拢是空虚无路用。咱嘛常常会受到撒旦的攻击，
无法度去了解着讲伊迄款的一个可怕，毋知福音基督甲真神。这诚做讲，咱的目睭若是有开的时阵，咱的确会当搁一遍知影讲咱即款的身份。若是安尼，咱就来看今仔即段圣经，在讲国外基督开保罗的目睭，互伊通心思意念改变。啊，保罗咧借着国外基督，伊今仔日嘛要开正人的一个心思意念。所以咱甲历代信仰前辈嘛是借着国外基督。咱来开咱的心思意念，咱来开咱的目睭的时阵，今仔日咱的责任是啥？咱的责任，当咱真简单的来得到这款福气的时阵，咱的责任就是无简单啊！咱的责任无简单，是爱互侪人嘛做伙来认捌基督。咱看见就讲，这个社会要得到大一个改变。但是安尼，咱会当安怎来做？吼，首先咱来看吼，第一个部分，这个吼。前苏咧，若是讲即个罗西亚，一个真出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伊在咧讲一句话，伊讲吼，你毋免甲我讲你什物基督徒、什物宗教信仰，你免甲我讲，但是吼，麻烦一个，麻烦你会当互我对你的行为中间来看出你的宗教信仰，你互我对你的行为来感受着讲，你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当咱的行为互人感受到基督徒的时阵，咱来看其中保罗的一个信仰的观点哦。啊，这是我第二遍出卖阮牧师娘吼，伊摕毛巾吼，面顶写吼，我无搁再是我的我，吼，伊无遐少年啊，这10年前的相片啦吼。重点毋是伊啦，重点是我要互大家看一条毛巾吼，面顶写我无搁再是我的我。哦，这是一个真出名的书，我甲伊写。伊吼，我咧甲讲保罗的一个改变的时阵，你看伊三个我吼，我吼，拢无变大字。一开始是安尼真飘撇，吼，安尼认真思考的我。第二咧，学问真丰富的时阵，迄个我特别大字，讲我真牛。总是当你去互耶稣基督甲你找到的时阵，迄个我是安尼谦卑顺服。甚至为着耶稣基督愿意来拼命，失去性命拢无要紧的，迄种一个我是安细细一个我。你看这条毛巾有水无？倒有得买，公报社有咧买。牧师你也真爱钱的吼。讲实在，阮吼真需要钱，但这钱的确拢是为着要做文字事工啦。吼，咱人看，讲这就是讲吼，我不过再是我的我，所以咱。当托尔斯泰迄句话时阵，特别互咱会当去了解着，讲吼，你毋免甲我讲你什物基督教的人，但是拜托，互我对你的行为来看见着啥？看到耶稣基督迄个荣光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咱嘛来看，讲咱来想想吼，互圣神啊，亲像迄口气安尼，一遍搁再一遍，伫咱的人生中间，常常对咱的一个提醒。今年教会公报社嘛咧纪念。哦，阮第一份报纸发行140档，这个140年内底有真侪安尼，值得咱一遍搁再一遍来看的这个文章。当时公报发行10年了的时阵，就到伫清光绪21年哦，1895年，迄年呢有一篇文章是中英中俄第一任校长叫做 George Ade 余饶礼伊所写，伊就咧讲。伊讲吼，咱要圣神甲咱感动。什么是圣神呢？圣神对人的帮助吼，会安那呢？会常常对咱吼，责备咱的良心啦，互咱知影讲吼，什么是罪啦？迄款的责备良心啊，什么是罪？我最近有听到一个消息，总是真毋望即款的消息未发生啦吼。听伊讲有人为着要避免讲被罢免吼。要开3亿吼，一张票来买啦，真毋茫讲即个代志未发生。总是呢，咱讲即个买票行为的时阵嘛，互咱感受着讲，你若有圣神甲你感动时，你就知影讲什么是良心啦。迄个良心吼，会帮助咱知影做，感化咱的心，引带人悔改得到救，然后互信徒伊的灵命当日日进步。这要靠啥？就是真毋茫讲，即个文字的工作帮助咱
当咱一遍搁再一遍，无论是看圣经，还是看这些信仰的文章，拢好，就是帮助咱圣神甲咱三角地地，互咱日日会当进步。所以伫遐就咧讲，若安尼看起来传福音，毋是传道书的口才会当感动人啦。传福音是靠啥？是靠圣神的责备甲感化，再当互人甘心悔改。所以，敢毋是咱做伙咧写这个使徒行传嘛？咱要透过着圣神的帮助，咱嘛家己改变，咱嘛互侪侪人得到悔改。我真爱甲人分享，伫教会公报创刊书顶面上尾一句话，伊咧讲：毋望恁的道理哪深，恁的德行哪骄卑。这个道理哪深，无毋对，咱透过着文字，咱会当有真侪知识。今仔日台湾社会嘛，真侪培养着足侪遐有读册的人，头壳有珠的，总是呢，迄拢是过程尔。较要紧的是要创啥？较要紧是讲当咱得到这知识财万，咱是要互咱的德行哪骄卑啦。所以看起来最近咧影响着台湾社会，伫遐咧奇奇怪怪敢若拢是册读较侪的人较有问题所以咱毋望讲道理哪深，咱是要互咱的德行哪骄卑。今仔日我代表着教会公报社，真感谢咱上联教会长期以来，真正恁出真大的气力。公报社对140年前叫做自珍堂，到今仔日，拢毋是为着趁钱做目的，但是真正真需要真侪费用，因为这费用要帮助人来开因的目睭，来互因的心思意念改变，互侪侪人会当得到利益。咱通会当看，讲这文字的事工。拢是完全免费来提供，互正信徒通来使用。逐礼拜咱会当看到教会公报，咱会当看到更新周刊。我直接特别爱来讲一个更新周刊的一个见证。我有一个朋友，伊过去咧做记者，咱知影记者当时较无咧走口服，拢较咧走口业啦我是讲伊家己，迄是伊家己的反省啦伊咧做记者的时阵，捌走即个法院的线这专门伫法院遐。有一遍因为伊过度报道，过度的一个报道，煞互一个是一个被告的人，伊的过度报道，全即个被告伊安尼家庭分裂，到后来即个被告者全家己自杀。伊为了即个代志，伊安尼真艰苦心。有一遍。伊去保养车辆的时阵煞伫迄个保养场煞看到，哪有即个更新周刊这敢是阮朋友因咧发现的。伊煞摕更新周刊安尼来看，显嘞都安尼目屎流目屎滴，愈看愈感动这敢毋是讲因这经验拢甲我共款的。更新周刊是咧写着每一个人伊安怎叫上帝甲伊找着，所以到后来。这个朋友呢，伊全信主，煞接真感谢主，伊即摆伫教会有真好一个服侍，担任即个执事的一个工作。咱来看文字的确会当改变一个人。咱每一个月嘛发行即个甜蜜亲子报，毋望讲咱的爸爸妈妈会当用真简单即个报纸来带咱的细囝做伙来认捌信仰。即摆咱讲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啥？这少子没有好好教化，这是更较大一个问题。咱每一日，咱即摆会当对这个网络顶面你也拍 TCNN 的台湾 Church News Network 台湾的 CNN， 你来看到足多这个公报社所的文章，也是这个报道，咱逐日拢会当看见。咱每一季嘛有少年新眼光读经手册，嘛有新眼光的读经手册，这个呢，拢是真毋望会当送到每一个信徒的一个手中，甚至是互侪遐未认捌主的人做伙来享受这主的一个恩典。才真毋望咱继续来支持这个文字的事工，互咱做伙来写使徒行传，咱做伙来开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目睭。因的心思意念改变，要看见到咱这个国家更加水。最后伫遮嘛毋望咱嘛会当用这个伫网络顶面奉献的一个方式啦你手机摕出来，
甲扫扫看，吼，啊若扫得成功，就莫阁退出来啊，吼。啊，你若万一手吼，手带咱加40吼，嘛免烦恼，我嘛会甲这退转来互咱啦，吼。最近真正就一个发生一个代志，真古锥，一个登记的一个支持公报社，不是支持文字事工的一个姊妹吼，伊就奉献一条8万块入来，啊，阮的同工看着讲吼8万块，啊，就赶紧敲电话甲伊讲吼，请问你这是要奉献互公报，还是更新，还是这 TCN， 还是要做啥物款的路用？伊听着讲8万块歹势，我饲一个伤紧，加饲一个零，我是要奉献8000块啦。无要紧，8万减8000吼，阮的同工就摕来互我签讲，社长这爱去退72000块退互人吼，阮嘛是真感谢，无论讲100、200，吼，是讲真正，万一真正你来加饲一粒零吼，若有感动，无要甲阮退转去，安尼嘛是真感谢主啦吼。希望咱吼继续来关心即个文字事工。伫即个咱煞接祈祷了后，有一段短影片，请咱会当更加来了解公报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一个精神，要安怎做伙咱来开启整个台湾人的一个心，咱做伙来祈祷。主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本一口气，互阮真做是活的灵魂。主，这是何等的奇妙！恳求圣神常常甲阮三甲伫地，帮助阮、引带阮，互阮也真做是别人真好的帮衬，互相相体恤，为着阮家己，为着台湾社会，为着即个民主的国家，也为着普世，做伙来享受主你的恩典，扩大上帝国的境界。互阮做伙来努力，主恳求你继续引带带领，双人教会是金的灯台，是光是盐，伫即个社区，要互侪人做伙来领受即款满满的恩典。主，阮知双人教会过去真努力，也恳求你继续赐福伫因身躯顶面。加添因的气力，互因的确要互侪人领受到，这就是基督徒芳芳的气味。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使我因着信仰，成为一位台湾原住民排湾族木雕工匠师，引领我将排湾族文化与福音融入雕刻艺术之中。雕刻艺术作品需要透过艺术家的针仔一针一针侵入插头的内底，才会当雕刻出符合创作者心意的作品。信仰的塑造嘛同款，文字事工就是这支针仔透过一个字搁一个字的雕刻，侵入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来扶持帮助人活出符合上帝心意的人生。台湾教会公报就亲像这支针仔，伫台湾的社会内底，透过全台湾第一份报纸，探讨信仰，提升教育。公报社透过每一个礼拜发行10万份的更新周刊，阁有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美好卡页画本，用上真实的生命见证，分享上帝的同在。基督的信仰是新老幼稚园教育信念的中心。
阮瓦克听的源头，甲主同工，落实生命教育伫生活中，想要培育出一个心内有疼，阁有自由的心灵，会当认捌家己，也知影欣赏别人，尊重环境，疼一块土地的囡仔。伫140年前，也就是主后1885年7月12日，台湾教会公报开始来发行。了后的7月19日，巴克利牧师伊也到伫屏东利伦地区，伊为着保护信徒的安全，甘愿被人破驶。伫今年的3月，阮所有的同工到伫利伦地区，阮做伙伫遐来体会到巴克利牧师当时甘愿被人破驶、忍受迄款的一个屈辱。巴克利牧师所坚持的精神，也就是阮140年来伫台湾教会公报社所一直咧坚持，用行动、用文字，甲咱所有的台湾人民徛做伙。一个装备较全、佮活泼的教会，就是需要有独立的文字出版的机构。所以伫遮，我要特别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请你甲阮做伙来经营这个台湾教会公报社，来补足帮助阮每一年拢欠缺5000万的事工费用。愿主赐福咱大家。